60秒話你知富一巴商學院講啲乜嘢？到底點樣先至能夠成為好嘅領導者呢？第一，為大家建立信心嘅領導技巧。如果一個領導者唔能夠帶俾大家信心，大家亦都唔會幫助佢，咁最後就會變成只有佢自己一個人去實現自己嘅夢想。咁所以自信心係領導嘅核心關鍵。第二，數字決定咗領導力。例如一個人要喺一條街上邊開一間漢堡包店，同埋另一個人要喺紐約嘅每一條街上邊開一間漢堡包店，呢兩個人嘅夢想數字差距咧就非常之大啦。而佢哋能夠產出嘅價值咧，差距亦都非常大。所以一個有大夢想嘅人，就會有更加多嘅人嚟幫助佢成為佢嘅團隊。第三，能力同領導力係分開。如果你係團隊嘅領導者，又係最聰明嘅人，咁你嘅團隊肯定會遇到好多麻煩。B 象限嘅人，佢嘅能力唔一定係好勁，咁但係佢需要領導一啲比自己更加聰明、更加能幹嘅人，而唔係將自己變得更加能幹。60秒，我知你唔夠喉㗎啦，我準備咗呢一本書嘅深入講解版，睇完包你頂呱呱。留言商學院送俾你之餘，我仲會用